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一成言》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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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涌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水顶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的名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涌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水顶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提出信心的名。小弟啊，咱想遐多啊，咱10多年就咧过啊。你有想要食啥？我叫阿嫂来做。我无想要食。你放心啦，小我的代志吼，我一定想办法处理好势。阿嫂啦！阿嫂啦！像我咱的代志，我早就已经惯死啊。但是这10几年来，我真正烦恼的是我迄2个囡仔。是的。小姐，你是啥物人？我看你拄则做生气，你甲这家口啊有啥物关系？我只是经过这，嫌生因为大间厝通大，我甲伊这点仔关系都无。是安怎做唔对代志的人，拢袂受到任何的报应。现今嘛有大厝通大，有需要恁通用。阮阿爸在世间很凄惨，我家己只得吃这苦，无公平，实在太无公平。哎，这位先生，你去从谁人到位讲啦？哎，这位先生，哎，这位先生啊！
紧让啊！这位先生，啊算了，去倒茶互少爷啉，少爷。叫你去就去啦。哦，是头家娘。你拄则叫我啥物？少爷，我敢是。志强，伊是你的阿爸，你本来就是这的少爷。也毋过真可惜，伊从来拢毋捌甲阮母仔囝相见过。我了解这件代志对你的伤害。你莫阁讲伤害啊！这所有代志拢是杨董事长伊家己造成的，你无需要替伊抱歉。志强，你毋免甲我当作是冤仇人啦。自开始到即马，我从来都毋捌甲恁阿母相知过恁阿爸。你莫阁讲啊！阮阿母是做希望做杨太太，也毋过我无稀罕，我无需要人同情我、可怜我，我嘛无稀罕做啥物大少爷。假使讲杨董事长若是无伫，我另外接过来。志强啊，稍等一下啦！啊，我知影吼，恁阿爸逐个月拢会寄钱互恁啦。啊，无这个钱哦，你先收起来，吼。你即马是我当做啥？这淡薄仔钱是会当创啥？你当作我是起啥心？你就是讲用这淡薄仔钱就花都买收我心？我出生到大。拢无阿爸，你就是讲用这淡薄仔钱，都花动你某我去人天上叫，不要什么？志强，我毋是这。我说这是志强，我你还是咧创啊？天生啊！你现在还无大无岁啊？想起来是我唔对啦。你免替伊解释，是这个囡仔太不受教了。你是安尼用手护恁阿姨啊？该阿姨回心。我是不受教。因为我自细汉到大汉，拢无阿爸教我。我是安怎得到回事的？你是安怎两边教我阿母回事的？我承认，过去的代志是我处理了无好势，是我唔对。也毋过代志是我家一个人造成的，插伊无关系。你承认？你做的代志，所有的后果，你就要家己承担。啥是我？就是伊啊，天生建设的董事长。你唔是啦，我身份证顶到到即马，拢无写阮阿爸的名。我出生到大汉，拢无阿爸。你就是讲用这淡薄仔钱，都花动你某我去人天上叫，不要什么？好啦，等你要来就来啊，见面就我等你遐尔久。等你啊。你搁咧甲迄个客兄咧讲话？你是安怎一直要甲伊糊糊的啊？迄个查某到底有啥物好啊？一天到晚伫外口浪榴莲，啥物代志嘛无咧做，你甲伊做伙到底有啥物好处啊？无啊，你即摆是咧问犯人是吧？无我讲人看你无起啦，你是安怎无好好尊重你家己啊？我是倒位无尊重我家己？恁老爸你甲我娶查某，我甲我查某朋友开讲者，敢袂用的？敢真是只是开讲尔，你家己心内知知咧。就算我毋是要安怎，哈？恁母话我还袂留到七老八十咧啦，了佫有人要治啦。你要叫我替你的死活良心老爸手活我做袂到啦。我不管安怎啦，我就是无希望恁看到你甲迄个客兄继续交往啦。你敢讲的？你去找你老爸提钱有摕着无？无啦。是安怎无啦？哦，我知影，一定是迄个狐狸精咧变鬼变完着。王紧，我即马就来去找伊。伊钱若无我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
你现在一定要甲伊讨钱啦！咱若毋是去食，敢讲袂当靠过去的心？过去一个是值偌济啦？我今日若过过去，你有这间厝通住，你哪读到大学毕业？我即摆已经有头路啊，我会当趁日钱，安尼敢会用？我用的啦，本是恁老爸欠我，我会一张一张甲偷倒来，这世人还向我抢啦！无路用啦！伊永远拢袂承认讲你是犹太人，已经遐尼生气啊！敢讲你还袂死心心？我毋是毋死心，我是唔甘愿。感觉你甘愿，你这世人想这后壁拢无啥你老爸命是吗？好啊好啊，我知影我是私生子，我不信你这边佫这边提醒我。我早都甲你讲过，你当年我是来偷拍个死咯，我就是要叫你老爸完成这些命运。你讲的，你敢有得着命运？你当年无法度做你犹太太，你啥要甲我死落来？害我有阿爸，佫无阿爸共款。你无需要去怨叹伊啊！你两个拢是做自私的，拢无替我考虑过。要钱你咪介绍互你听，今日若是你也收命，那我今日就替你开大门啊！好啊，阿母，这10几年来，你一直想要得到都是命运。要不过我无需要这个阿爸，我嘛无想要变做你日勇甲大门的照狗。事事拼输赢，行行都是命，要拼要赌，人人心志讲生命，付出心心一定赢。哦，这嘛老啊，这嘛老。哦，规间厝安尼拢老壳壳啊啦。嘿，是讲这间厝是阮阿公传互阮老爸，阮阿爸才传我。虽然老是老啦，毋好咧甲我再讲当时阮阿爸有这间旅社，阿管因老爸才我招入来。虽然讲伊无偌久就来过身，阮看这间旅社。嘛20多年啊呢！玉珍啊，你伫遮哦？你甲阿母讲者，这间旅社咱要改还是莫改较好？玉珍啊，恁着讲一下。阿母，有请到的。我讲规拍波，你一句都无听入去哦。你找玉清啊是要创啊？我有代志要甲伊参详。参详哦，搭这个囡仔，一个到拢伫外口拍走吼，拢咧拍查某囡仔啦，啥物代志都毋捌，你要甲伊参详，你找我参详奏效。无啦，无啥物代志。看你这面吼，明明就是有代志要参详啦。我知啦，你想讲我毋是你的亲生老母啦，对无？我有亲生老母，从来拢毋捌。玉珍啊，你是安怎啦？你是毋是足思念恁死去迄个老母？还是讲发生什么代志是毋？无，我才无想伊。在这世界上，玉清甲我，甲你这个老母，从来拢毋捌有亲生老母。玉珍啊，玉珍啊，玉珍啊！当然，你甲我弄着，你免甲我讲实底是毋是？是你甲我弄的咧。阮只个真正交欢喜，玩了袂歹呢。你摕我的珠宝要创啥？你甲我弄着啊！我看你珠宝内底有钱嘛，我要替你换新啊！你这样哪会这样无讲道理啊？当我甲你送去水底时，你就知我有讲道理也无讲道理啊？讲我珠宝骗我啦！你啥物你？你毋想叫我甲你送去水底吼？差不多啊，应该是我出现的时阵啊。
你甲欺负伊？你即摆是要管人家说是不是？无唔对，别人的代志我当无插，独伊的代志，就是我的代志。除包行伊，你叫我行就行，安尼我算啥？我插你咧算啥？我甲你讲，我这世人上爱讨厌就亲像你这款的笨手。我警告你哦，你除包跟行伊，无我算啊啥？你要甲我试看卖啊！1、2、3，我来啊！我来干啥？我干啥？我干啥？我给你不要遐困难，猪包太甜了。哇！你讲我袂只要干啥？我俩大家了哇！猪包嫌我笨手啊！你去，咱们插这块笨手，给。成功啊！我成功啊！我出运啦！阿关子啊，哦，你唔知哦，我的同学哦，我感谢我呢。伊讲哦，我这是英雄救美，哦，讲要请我看电影，佮要请我去食饭，哦，干那我甲伊两个人呢，哦，我爽的，你敢知啊？容易哦。关子啊，歹势啦，我知影你受委屈啦，无安尼啦，后摆吼，我请你看电影，佮请你食饭，干那咱两个安尼好无？袂记。哦，你嘛小红表示一下，后摆人佫需要你甲我斗相共呢。后盖，阁有后盖啊？是啊，哦，你唔知影哦，大概咱若是用这部吼，哦，阮迄班的遐水，啊，毋是，阮全校遐水姑娘啊吼，无一个闪避会过呢。哦，迄表示讲咱两个是最佳拍档，你知影无？啊，较出你也是无要甲我斗相共，安尼我是咪还佫英雄救美？你叫你的水姑娘，我爽你爽啦，啊我咧，我得着啥？文子啊，你生气啊？我吼，大概爱互你骂我笨手啦，爱互你拍啦，爱互你斩啦，我啥要遐尼歹命啊？哦，关子啊，你嘛知影你是演戏啊？你倒咧听，我甲你掠掠啦吼，莫生气啦吼，莫生气啊，我这生这你疼。想啊你！文子啊，拜托的啦，你嘛甲我斗相共，你哦一定要完成迄伟大的爱情。伟大的爱情，你看一个爱一个啦，啊你搁敢讲家己是伟大的爱情？啊，你莫当过乱来啦！若甲你讲这吼，你就唔捌啦。啊，我甲你讲吼，这就亲像讲咱去菜市啊有无，拣西瓜共款，迄西瓜吼一定爱拣一粒吼上甜的，啊，较剩若是凊彩紧紧的吼，当然啊若是臭酸的，安尼毋是搁较艰苦对无？你到底知影啥物叫爱情无？啊你拣遐久的西瓜啊，拣遐济啊，啊倒一个是甜的，你拣着未？我看吼，你若搁继续拣落去吼，我互你糟蹋甲变苦瓜，你知无？丸子啊，无安尼啦，我送你一项物件，当当，啥？刀啊！你今晚是要我切腹，还是要我自杀？事事拼输赢，行行赌性命，要拼要赌，人人叫我第一名。心志讲生命，付出心心一定赢。你今晚是要我切腹，还是要我自杀？你哪安尼讲啦？这个是美国货呢，是我开出地钱，甲阮迄班买来，你知无？哦，阮迄班的查甫哦，偌济人拢想要得到一件的了。我毋是恁班的，这刀啊我买。哦，拜托的啦，关子啊，你用西奶煮啦，吼，收起来啦，表示讲我对你的感谢，吼。我坏啦，我毋是查甫，我无需要摕刀啊甲人相杀啦。阿关子啊，阿关子啊。你找讲话，敢表示讲你心内真晓的。啊，你的个性吼，我知呢。玉珍啊，啊，等你这2天是安怎？啊，食饭嘛无好好啊食，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嘛甲阿母讲一下。阿母，我无代志对无？唉，
我也惯势啊啦。这10几年来，你有啥物代志，你嘛拢唔肯甲我讲啦。是讲吼，唔管你要听也不爱听啦，有啥物代志为了心肝内，是着我破病的啦。能预防危机之人1等在，能解决困难之人2等在，能发现问题之人3等在。敬请明仔载暗继续收看。大事1成言。风的一句是红声，路见不平人讲正，咱若无行袂出名。我啥物拢唔惊，我啥物苦嘛吃，搁较重嘛敢担，搁较远嘛敢行。无论是半山也过岭，事事拼输赢，行行都是命，要拼要赌，人人叫我第一名。英雄2字是我的名，风的一句是红声，路见不平人讲正，咱若无行。